第10课，耶稣改变歹的负责人。有一个人甲耶稣讲：“请你来阮厝食饭。”伊请耶稣食饭，伊请耶稣去因厝，伊请耶稣。有一个负责人去迄人的厝，伊以前是好的人，伊是歹的负责人，总是耶稣改变伊，耶稣互伊做好的负责人。伊即马毋是歹的负责人，伊即马是好的负责人。这个负责人到耶稣的脚前，伊要流目屎，伊的目屎滴伫耶稣的骹，伊用目屎拭耶稣的骹，伊浸耶稣的骹，伊流目屎也伫浸耶稣的骹，伊用伊的头毛拭耶稣的骹，伊浸耶稣的骹也用头毛拭。请耶稣的人看这个负责人，伊看负责人在流目屎，伊看负责人的目屎滴伫耶稣的骹，伊看负责人用头毛拭耶稣的骹。这个请耶稣的人想，这是歹的负责人。伊想，这个歹的负责人浸耶稣的骹，伊想，伊的目屎滴伫耶稣的骹，伊想。这个歹的负责人用头毛拭耶稣的骹，伊想耶稣敢毋知这个负责人是歹？耶稣在迄个人所想的，耶稣答伊讲：你看这个负责人浸我的骹，你看伊的目屎滴伫我的骹，你看伊用伊的目屎拭我的骹。这个负责人以前做歹，伊以前做歹，总是即马伊有改变。伊的疼心真大，伊的疼心互伊改变，伊的疼心改变伊，伊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。伊以前做歹，即马伊的罪得到赦免啦。我来互你请，你无洗我的骹，你无甲我浸，总是这个负责人浸我的骹，伊的目屎滴伫我的骹，伊用头毛拭我的骹。耶稣甲负责人讲：你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，你的疼心真大，你的罪即马得到赦免啦，你通转去，你爱行好。看路加第7章第36节到第50节。